父親節嘅感動，你知道嗎？愛回家嘅龍捲風陳俊廷，現實中原來係個超級孝順仔。佢嘅人生入面，竟然有咁多位父親，究竟邊啲人對佢影響咁深？一齊嚟了解下呢個暖心故事。各位觀眾，講到無線藝人陳俊廷，大家一定會諗起佢喺劇集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面飾演嘅龍捲風呢個角色，真係深入民心，令佢成功入屋。但係你哋可能唔知道，現實生活入面嘅佢，原來亦都係一位不折不扣嘅富二代。佢嘅繼母，亦即係著名藝人顧紀君，更係將佢視如己出，對佢愛護有加。顧紀君甚至成為咗陳俊廷同佢親生父親之間嘅重要溝通橋樑，關係好到不得了。早前，陳俊廷重拾歌手身份，推出咗佢第一首派台單曲《大個》之後，呢首歌係一首講述親情嘅作品，意義非凡，係佢特意送俾自己父親嘅一份心意。呢份孝心真係令人動容啊！適逢尋日父親節，陳俊廷就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曬出咗多張溫馨嘅合照。佢仲好感觸咁寫道：喺我人生兜兜轉轉中，出現好多父親嘅角色，給予我好多嘅教導和學習嘅榜樣。我每日都會記住你哋嘅好，你哋嘅專業，你哋教過我嘅每一樣嘅嘢。感恩遇上你哋，多謝每一位。父親節快樂！睇下呢輯相，除咗有佢最敬愛嘅親生父親之外，仲有好多父親嘅身影。例如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入面飾演佢爸爸嘅資深演員羅樂林，仲有喺劇集《金色森林》入面飾演佢爸爸嘅視帝郭晉安。最特別嘅係，連喺佢首派台歌《大個》之後 ，MV 入面飾演佢父親嘅影帝任達華都榜上有名。當然唔少得，仲有一位對佢影響深遠嘅一日為師，終生為父嘅恩師，就係佢喺藝員訓練班嘅老師鄭丹瑞。陳俊廷呢輯相，真係將佢人生入面所有曾經扮演過父親角色嘅重要人物，都一一呈現出嚟。呢種感恩同埋細膩嘅情感，真係好值得我哋學習。陳俊廷用自己嘅經歷，向我哋展示咗，原來父親呢個角色，並唔單止係血緣關係，佢可以係一位教導你嘅導師，一個俾你學習嘅榜樣，甚至係一個喺關鍵時刻扶持你嘅人。呢份情感嘅廣闊同埋深度，真係令人深思。從陳俊廷呢個溫馨嘅父親節分享，我哋睇到，父愛其實可以有好多種形式，佢唔一定只係來自親生血緣。每一位曾經喺你生命中扮演過父親角色嘅人，佢哋嘅教導、榜樣同埋無私嘅付出，都值得我哋用心去感恩同埋珍惜。呢種無形嘅精神財富，甚至比物質更加寶貴。你哋嘅生命中，又有冇啲咁樣父親般嘅人物呢？佢哋又對你哋有咩影響或者啟發呢？你哋會點樣表達對佢哋嘅感謝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同我哋分享你哋嘅感動故事。如果你都覺得呢個故事好暖心、好有意義，記得俾個 like 我哋，訂閱埋我哋個頻道，再撳埋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集嘅精彩內容啦。